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1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登记小定台湾的立法议员昆丹会会长古乌圭斯，然后中国外交部制裁禁止入境中国，日本是要求中国撤回制裁。国民党台中市长民调结果，立法院副院长江启成拍败立委杨群英参选台中市长，甲民进党顶调的何兴存来对决。透早台北市新店的精神病院急诊室，一个食酒醉查甫人拍伤护理师，病院表示已经验伤，会来提告。来看国民党昨宣布讲，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会伫4月7日带团去中国访问。郑丽文昨嘛随召开记者会表示讲，全世界拢遵守一中政策，无支持台独。也毋过，咱的陆委会是认为，这款讲法是回应中共对台的主张，九二共识、一中原则、甲一国两制的政策。行政院长邓英泰早起伫对话议嘛强调讲，九二共识毋是台湾国民的共识，嘛无全世界拢遵守一中原则这款代志，所以嘛提醒国民党，中华民国法律是规定讲，任何团体拢袂当去对外来进行政治性的协议。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要伫4月7日去中国参访，暗算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面。郑丽文阁表示讲，全世界拢奉行一中政策，反对台独，认为这抓会为人类的和平来做出贡献。对这行政院长窦英泰无评论党务，但提起照两法条例顶规定，任何团体袂当和对方做任何政治性协议，佮和政府的公权力有关系的事项。4月7号，我们是言论自由日，却去到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家。也是对方在安排的，这明显就是在挑动国内的神经。你讲说不得与对岸进行政治性的协议，门关起来，你怎么知道他谈了什么？如果情形严重的话，有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对，我担心的不是他去跟中国谈任何的协议，是我担心的是去那里领旨回来之后，继续颠覆政府，继续扰乱政府，继续弱化台湾的国防。立委会嘛提醒国民党莫落入去中国统战分化的陷阱，对国际社会传错误的信息，国讲郑丽文的相关说法是咧呼应中国对台的主张，不应该全盘接受中国的政治主张。在中共版的所谓9·2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中，共谋国家统一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上至此。所谓的9·2共识、一中原则以及一国两制，就是对台3位一体的政策。那就是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和平我们可以有理想，但是不能幻想。国民党呢，无论在执政或是在野时期，都比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更有经验处理两岸事务的关系。所以说，陆委会呢不需要出言恫吓、危言耸听，就不劳陆委会指导了。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是持续调伫遐，就算国会进程通过成动资内面规模718亿，38项的新型计划，行政院嘛是还未执行。南洋的地方省长嘛话话讲，全面拢在等。718亿的新兴预算，只占我们今年总预算3兆0350亿的2%。换句话说，行政院的大门不能只开2%。当然，台嘛，佫一摆呼吁在野较紧来审总预算，无应该冷嘴来切割，佫用第10回这议题来问南洋。敢讲嘛在等地主席对中国转来，才予因新的指示。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国会跨党派友台团体立法议员昆丹会会长众议员古乌圭斯最近才来台湾参加玉山论坛，嘛甲赖总统见面。也毋过，昨中国外交部是以甲台独分裂势力来斗抗的理由，制裁古乌圭斯，禁止伊入境中国，嘛冻结伊伫中国的财产。古乌是回应表示讲，已经几10冬毋捌去过中国咯，伫中国嘛无任何的资产，所以无啥影响。日本方面是要求中国得爱撤回制裁。We must never allow a Taiwan contingency to occur. 日本众议员日华困的会长古奥圭斯进前奉邀请来台湾出席玉山论坛，并且甲赖清德总统会面，重新强调日本对台海的和平稳定真重视。不过，这互中国外交部真袂爽，31甲台独分裂势力牵连做理由，宣布制裁古奥圭斯。针对古乌圭斯的恶劣行径，对其加以惩戒，以儆效尤。中方还将视情对其采取其他一切必要的惩治措施。
中国反制措施包含冻结各归属伫中国境内的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甲伊进行交易甲合作，也不准伊入境中国、香港甲澳门。对此，各归属发文回应，以上措施完全无影响，因为伊伫中国无任何财产，也无甲相关的人士交流，佮较无访问中国的计划，强调家己只是做真自然的代志，未来继续推动台日的交流。也拿日本是要求中国赶紧撤回制裁。中国側が自らと異なる立場の者を威圧するかのような一方的措置を取ることは断じて受け入れられず、日中関係の観点からも極めて遺憾であります。こうした観点から中国側に対して外交ルートで申し入れを行い、速やかに措置を撤回するよう求め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这种跨境的镇压的一个行为真是令人不齿。台湾那么跟中国互不隶属那么国际的友人来跟台湾交往，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常而自然的一个活动。中国这样来威胁其实往往会得到反效果。中国政府最近常常制裁日本的人士，包含日本卫生会参议员赵平，甲做过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即嘛是行政院政务顾问的严家武。那这届针对各归属，红看作是对日本政治界有敌立场的人进一步施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台中市长提名初选的民调，今仔公布了。林欢怡副议长江启成是拍败资深的立委杨庆英，代表国民党来参选。杨庆英是表示讲接受，买全力来支持江启成。接下来，我跟琼英姐，我们会共同来努力。她也将会是我在接下来不管是在竞选当中，或者是我们大台中的播报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党内的竞争已经结束，这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也是团结的开始。那我尊重民意，也尊重初选的这个结果。诚如我之前一再强调的胜者就是提名人，败者就是助选人。那个人的事小，台中的事大。我完全支持江副院长。我早就做好1对1的这个会战的准备了，所以今天江副院长出现，对我来讲呢，我就是用最踏实、坚定的态度呢，能够呢正面迎战，全力以赴。民进党在去年10月就决定要定调立委何欣纯来参选台中市长。比较国民党这场只加低的争议看成4个多月，互基层真烦恼。民调结果江启成赢，伊会代表国民党来参选台中市长。再来看马英九基金会人事争议，阁继续在传烧。国安会前秘书长金溥聪早起伫律师的陪同去刑事局提告。金溥聪是表示讲，有人利用 AI 影片伫网络甲伊抹黑，损害伊的名誉，所以伊要找出幕后的人。影片的这个流传的平台上面有这个用 AI 制造的影片，里面对我个人有许多不实的污蔑，跟抹黑，所以我特别来报案，就希望能够把幕后这是谁在放这样的一个影片能够调查出来。这届要提告的对象，当有包括区议咧。金溥聪是表示讲，伊袂针对区议来回应，嘛强调讲，甲区议本地就有关系区议是表示讲，金溥聪2月25带人冲入去基金会，要求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琴佮有王公慈包款的离开，伊会来告金溥聪违反刑法强制罪甲恐吓罪。搁看美国跨党派的参议院访问团昨时来台湾访问，嘛去中科院来了解咱台湾无人机的技术。中科院有展示真侪款咱国产的无人机，其中嘛有甲美国的厂商合作，有反装甲能力的无人机国防部长郭立雄嘛表示讲，伫未来国防特别预算有打算要采购20万台的无人机，咱国产的无人机若通过测试，又搁符合作战的需求，就会来考虑。美国参议院校党派议员访问团30参访中科院，关心台湾国防自主量能。中科院一个手展示几啊款国造的项目，包括强强飞弹、DIVE-LD、水底无人自主载具等等。也若美国上界有兴趣的是无人机。中科院提出检上反辐射无人机、瑞恩2型无人机、国造劲风2型、3型、4型无人机，尤其劲风4型是台美合作生产。中科院也阁头一届公开伊的攻击能力，劲风4型挂载弹头，会当甲5公分高的钢棒拍探过。
那文体方面，因为他们会提供一些协助技术的合作。那这个弹头除了可以供中规的无人机使用以外，我们这个界面是开放式的界面，所以民间各家的无人机也可以通联使用。所以我们这次是希望到国外推广我们相关的技术走向国际。台湾头一届甲美商 Curtos 合作研发警方4型无人机，完成台美各项产业合作重要的路展比，目前还阁伫测评的阶段。今年会去美国参加展览，遐那20万架无人机敢会纳入各项特别预算，嘛受到关注。那等到通过测评之后，如果符合我们的作战需求，完成相关的这样文件，我们自然会纳入相关的预算当中。投入了这个新的技术，包括新的导航以及AI 的技术，让它可以变身为新型的一个巡弋飞弹。它的特色就是低成本，而且具有高的命中精度。台美透过技术合作，打造低成本、远距离、精准多管的警方4型无人机，后者分析结合雄风飞弹、海马斯多管火箭，有机会强化国军源头的打击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透早，新北市新店的精神病院的急诊室，又阁有人对医护人员动脚动手哦。一个食酒醉的查甫人拍伤护理师，警方嘛以现行犯甲这人抓起来。病院嘛表示讲，护理师已经验伤了，会来提告。拜二半暝3点外，原本平静的病院急诊室，听到有人咧吵闹。一个食酒醉61岁姓林的查甫，互救护车送入去新店精神病院。院方原本将医生安排观察，想袂到查甫伊士气酒小，情绪变甲真激动，甚至用手骨弄来甲伊斗相共的护理师。我是害者，都爱有啥口。姓林的查甫毋知好歹，甚至佫向出手攻击，造成21岁护理师正面肩胛甲胸坎拢回弄大伤。警方接到报案到场处理，以违反医疗法甲伤害现行犯，随甲姓林的查甫逮捕，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经巡逻员警到场了解，涉嫌人61岁林姓男子因情绪失控攻击护理师，造成护理师胸口挫伤。病院嘛强调，医疗暴力零容忍，对任何会危害医疗人员安全的行为，一定会依法追究。伊嘛已经对嫌犯提告，未来继续强化院内安全机制，保障第一线医护人员职业的安全。患者因为酒醉后攻击我们的护理人员，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后，已经有保全人员及警方介入，受伤的护理人员已经完成验伤，并且进行提告。本院全力支持我们护理同仁的作为。事实上，类似的急诊暴力，今年初嘛捌发生伫南投德山。迄阵东华病院一个食醉醉的查甫，嘛同款对护理师起脚动手，最后互当场压制上班。根据卫福部统计，医疗暴力的事件逐年增加，而且大部分拢伫个急诊室，第一线医护人员伫个高压甲高风险的环境中做工课，佮爱忍受互病人攻击，要安怎改善病院的安全，佮需要继续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连通台北车头的中山地下街哦，昨有一个50多岁查甫人，亲像是食酒醉伫月台的化休，佮对伊保全哦起脚动手，台北捷运公司就无要互伊上车咯。佮有一个60多岁查某人哦，是举水果刀啊，行伫地下街，引起民众的惊吓，嘛互警方以涉违法来上班。举水果刀啊，一直解说，啊，毋过警方毋敢大意，伊甲刀啊交出来，就惊讲这女子伤过激动，会做出什么代志？你不要拿出来啊，对不对？代志发生伫30下晡5点外，这个64岁查某人手提水果刀啊，伫台北市中山地下街伫遐大扫，旅客真惊，伊辩解讲，伊是坐伫咧椅啊，水果下了要去便所来洗刀啊。警方调查虽然伊无甲刀啊害来害去，啊，毋过嘛是甲伊的刀啊扣落来，刷落会依照写违法裁罚。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啊，隔一下间隔距离，要么快走，要么就是慢慢走。会不会随机路人乱捅啊，捅个一刀啊，闪他一点的？袂使坐啊啦！警察接到通报，赶紧到现场来处理。同一天暗时11点外，一个查甫人伫台北车头的捷运站，伫遐大声吵闹，亲像是蒙阿波放炮共款。保全人员先甲人压咧刷咧交互警方处理。男子疑似酒醉，大声喧哗。一旁旅客见状向保全反映。根据捷运警察的了解，这查甫人好亲像是啉甲醉茫茫，毋若伫遐大声喝休气叫，佮甲保全人员摸，北捷就照规定无要甲载，伊随就去用带离开。警察提醒，只要坐捷运有看到奇奇怪怪的人，拢会使随地紧急撤打来通报。记者综合报道。
台中市现代掠到一个卖毒集团哦，嫌犯是利用通讯软体以餐厅的名义来卖毒，搁做假的外送平台，请外送员哦去送货。另外，刑事局侦缉队嘛伫苗栗头份一间正高级别庄哦，掠到分装毒品的工厂。警方全面武装，入去到嫌犯大个摩铁路，甲姓李的主嫌压制。来，较配合落。另外一堆是去嫌犯座位仓库，内底有真侪毒品分装的工区，阁有未少商品甲半成品，市价超过200万。台中市刑地发现姓李的主嫌透过通讯软体，互人注文，为着要互警方查到，阁假做是餐厅的料理，另外派人假做外送员，骑机车送毒品。并且利用国内知名外送平台作为掩护，先将各级毒品以餐点名称伪装，再利用外送平台外送箱作为掩护，指派毒品小蜜蜂骑乘机车假装外送员，运送毒品以躲避查缉。警方一概掠到5个人，另外阁发现姓李的主嫌除了卖毒，阁有枪，目前已经受押禁见。另外，伫苗栗头份，刑事局也查到姓李的嫌犯，伫这个高级集合备装做毒品甲分装。做几盖？谁做的？你自己讲。这个是吗？发。还有呢？这里。刑事局表示，姓李的嫌犯会选这个高级社区，是因为这管理真严格，伊个利用地下室出入来闪避警方。去年6月租借了后，盗走毒品甲分装。刑事局掌握相关的证据去搜查，查扣一大堆2级甲3级的毒品。经将分装处所藏匿于集合式高档的住宅区，经锁定犯嫌毒品开包制造处所。专按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苗栗检方侦办。姓林的主嫌经过检察官侦结起诉，刑事局后续会搁追源头。记者综合报道。台铁7堵的吊车场伫昨暗晡有2个900型的电动车，可能是在吊车的时速度无控制好势哦，车速小浪败马，有一个员工受伤。台铁嘛表示讲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来处理了。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嘛派人去现场来了解意外发生的原因。车停伫咧遐详细甲看，规个车厢已经歪去，摆马瓦靠伫咧月台顶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佫较惊人。另外一台车，规个车头已经冲去伫月台，外壳去挂着商灯镜看现现，两台车弄做一伙。事发在基隆的7堵吊车场，台铁当时正在进行入库线吊车作业，结果不止造成2个列车擦撞出轨，更让1名黄姓吊车人员受伤送医。代志发生伫30暗时9点20分。根据了解，台铁初步的判断，这件代志是吊车的时阵速度控制了无好，造成 EMU 920用13公里的速度弄到 EMU 912，造成 EMU 920第6节到第10节车厢败马，还有 EMU 912第1节车厢败马。数据收集好之后，我们还要做调查啦。现在是先把那些出轨的车辆先复轨，以及那个下面的轨道有一些损坏嘛，要先把它先恢复。台铁讲已经成立北区紧急应变分组来发落，详细原因当然由台铁运安会调查。另外，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嘛派人到现场。7堵吊车场所面对到的问题，其实正是全台铁公司所遭遇到的状况，包含技术性人才的流失。待遇的问题，以及我们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好好建立安全文化的最基本的基础。针对这个事故，台铁产业工会批评台铁用安全改革来做口号，不过代志发生了后所做的代志，包括着减走 SOP， 也个加重处罚，做这代志拢定位是无效的做法。对着安全改革的制度，即卖是拢无看见，相关的事故恐惊会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东战争炭烧，伊朗的官方是证实讲，长期主张封锁荷姆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坦格西里伫以色列空袭中死亡了。另外，北约成员国西班牙是宣布讲，无要让美军飞过因的领空。埃及总统塞西嘛警告讲，若战争搁继续，预计恐惊会起破一趟200块美金哦。伊嘛搁呼吁美国总统川普讲，只有伊会当来阻止这个灾难。مورد اصابت دشمنان متجاوز قرار گرفته بود بر اثر شدت جراحات به لقاء الله پیوست.
伊朗官方8日证实，救命卫队的海军司令坦克西里，和以色列空袭了后重伤死亡。坦克西里在生将后横珠海峡的封锁行动，是美国甲伊朗开战以来，伊朗军方失去的上关键的将领。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祖进行宣称，这是一届精准而且致命的灭绝行动。这位强硬派的大将死亡，伊朗救命卫队就抓讲绝对袂屈服，佮呛讲要对美国甲以色列发动更加大规模的报复。中东的战事搁咧传，北约的成员国西班牙决定卫星计算。西班牙政府宣布全面关掉领空，禁止任何牵连到伊朗战事的美国军机过境，也拒绝美军使用境内的2个海军甲空军的基地。西班牙的总理桑切斯公开批评这场战争无负责任而且非法，就算面对川普威胁要出动无役来报复，西班牙又员讲唔愿意做战争的共犯。No ha sido fácil, pero creo que lo hemos hecho porque así lo permite, entre otras cosas, el acuerdo bilateral que gestiona estas bases y porque somos un país soberano que no quiere participar en guerras ilegales. 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也影响全球。埃及的总统塞西伫开罗能源顶警告大家，若伊朗的能源设施继续受到锁定，全球的油价会起价每一桶$200，这也是有可能的。 يبقى النهارده الأسمدة اللي بتدخل تقريبا في كل الغذاء العالمي أو الغذاء بتاع البشر ل8 مليار إنسان لما تتعرض هذه الأسمدة اللي بتدخل في إنتاج 塞西佮强调，经济体制两者国家社会恐惊会乱。目前全世界敢若川普有裁调阻挡这场灾难，伊以人道主义甲世界和平做理由，希望川普发挥影响力，互波斯湾地区转来稳定的状态。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 因为荷姆斯海峡封锁船只无法度通过，嘛影响到全球1/5的石油佮天然气的供应。欧洲的意大利采石水果嘛，因为货运的成本称悬，即嘛拢起价真贵哦。另外，法国的运输业者嘛伫游行来抗议油价一直起。 恁家厝定定咧食桥啊粿，这物件即马拢唔敢买，因为即马菜色是起价唔一款。伫咧罗马的凯旋市场卖菜人真正是哀叫，因为生意实在是太歹做。 Aumentato giustamente quelli che la portano hanno fatto aumentare tutto. Da morire, tantissimo. Poi ho eliminato la frutta secca perché è diventata oro. 意大利政府赶紧来启动紧急的措施，降低燃油的价格。但是农业市场服务局讲，战争造成燃料甲肥料的成本大起，甲2025年同一期比起来，奶啊起8.5%，苹果起3.2%，草唔起17%，桃啊起1.8%。E se analizziamo che 1/3 dei fertilizzanti del mondo arriva dal Golfo e soprattutto sono produttori。伫咧法国巴黎30有几10台大卡车，还有长途的巴士，伫咧公路上看行，向政府抗议。业者讲，即马是观光旅游的大季，因所爱烦恼油钱起甲这尔多，规去甲车驶出来抗议。Aujourd'hui, moi, je suis une petite boîte. On faisait 16 000 € de gasoil par mois, et là, on passe à 30 000 €. Bon, on demande des mesures simples et concrètes, quoi, pas un site internet où on doit remplir des formulaires, tout ça. 法国交通部长表示，政府会伫4月拨款5000万欧元补助运输业，降低企业的冲击。嘛讲，唔知影这场危机长期会变做安怎？法国嘛唔是自愿加入这场战争，毋过这场战争已经互法国真侪苦楚。根据法国生态转型部30上新的数字，法国燃油平均的价格伫顶礼拜是酷起，已经连续起5礼拜，尤其柴油的平均价格已经达到自1985年有统计以来上介贵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带过来消息来看，之前麦当劳一个未成年的员工，若受到性侵哦，落尾是行地路。家属提告，今年3月，士林地检署是无起诉来处分。检察官认定讲双方是合意的关系，认为讲受害者行地路，甲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哦是无直接的关系。家属个伊律师今仔是开记者会，嘛另外讲针对未成年的妨害性自主的案件，应该得爱互第三方的医学鉴定的报告来成做证据。纳入考量，精神医学纳入考量。司法看见性创伤，
受害者家属甲律师团大声发出诉求，昨年有被当作未成年员工，那像伫职场互主管性侵了后行底路。这个案件3月初5，树林地检署以不起诉处分，针对不起诉意见书，检察官认定双方是合意的关系。家属以查某囝的死提出质疑，表示明明案件经过医生判断，认为受害者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检方却无采用。请专业医生来看的。那检察官一直在强调说。今天他不是创伤症候群，他没有受过任何伤害，他只是他的压力大。他如果今天他没有经历过这个性侵还是什么等等之类的，他会走到最后去自杀吗？律师团指出，妨害性自主的案件，犯罪现场应用无第三方通作证，受害者嘛定因为工课场权势不平等，真恶抵抗，甚至随拍歹关系，搁较免讲是未成年受害者，定敢会当靠亲友的讲法，也是医生鉴定来主证。律师团甲民团拢呼吁司法应当甲现代精神医学鉴定专业列入诉讼的证据补强。非常希望，检察官不要再以就是完美被害人的思考跟准则再去看待我的被害人，因为被害人当他们遇见性侵的状况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没有办法立刻反应的，而且本件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许多的修法应该纳入更好、更严谨的一个机制哦。特别如果我们现在有许多在医学上能来证明辅助我们司法的判决上更为精准。我觉得当然我们都希望未来立法院或者是行政司法相关的部门都应该把这些修法纳为重要的一些考量哦。安那劳动部是回应讲，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员工有100人以上的雇主在处理性骚扰的时，爱组成申诉调查小组，就请外部的专业人士。那规模较细的事业单位，劳动部嘛有补助。若是雇主无落实性骚扰事件的申诉调查甲处罚等等，相当通罚100万。记者陆上图郑准由台北报道。政府去年底预告讲，跨性别者本地是唔免做兵哦，也毋过未来要改做爱做替代役。今仔就跨性别者出面来表达不安，相关团体嘛呼吁政府各种的影响评估还未完成进程，应该先暂停修法。对跨性别者来说，能够了解自己、承认自己，本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面对着兵役制度可能改变，对着伊的人生造成了冲击，跨性别者小弟选择伫31国际跨性别献身日。现身出讲出伊心中的不安，因为政府伫去年底预告体位区分标准的修正草案，跨性别者会由原本的免役改做是替代役，引起了跨性别社群的热烈讨论。想讲性倾向是女性的小弟，伊的身躯是查甫的，都可能会真做修法了后头一波的疑难。在这里是希望更多人看到我们的处境，我们没有评估、没有配套之前。请不要把我们推进一个会伤害到我们的制度里面。相关团体强调，虽然跨性别和人权团体真侪摆向政府表达因强烈的疑虑，但不过内政部却对外讲，因已经甲因达成部分的共识。现在是贸然的不当提高这个跨性别的这个服役的门槛的话，其实等于是说，我们整个制度没有配套，你光是称呼他们为异男。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说的性别错称，要求政府应立即暂缓该项修正，避免会不当提升跨性别、间性人与非二元性别族群的人权风险。虽然目前也无完成修法，不过相关团体认为，考虑到兵役制度的配套也无较全，政府嘛无完成性别也有人权影响的评估，就应该停止修法，维持现状。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抢救少子化，政府开放外籍帮佣哦，也毋过有民团是认为只有少数的家庭请会起。另外，针对台北市提出的家长会当减上班1点钟，也毋过未减薪水的政策，民团是认为目前台北市有一间公司，上济是补助10万块，规模上细咯，配套嘛有问题哦。伊是建议讲应该按照企业的规模来补助。爸母拢爱上班，甲囡仔送去学校，毋过有当时囡仔需要照顾，煞超无时间。台北市甲中央政府为着解决育囝落工的困境，拢提出方案。台北市主张逐工减1点钟的工时，毋过未减薪水。也若中央是开放育囝的家庭会当申请外籍劳工来斗照顾囡仔，毋过民团公开反对中央的政策，因为干那薪水中介以上的家庭会当请会起。请一个外籍帮佣，1年至少要36万。
而且它这个政策只是给全台湾所得最高的前20%的家庭来负担得起。就是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买别人的劳动力来换取你的职涯；如果你没有钱，你就活该在刚刚所谓提到的过劳的职场当中燃烧殆尽。民团讲，因支持台北市即卖计划，不过嘛认为配套也无够。伊嘛提出2项建议，合约补助就要照企业的规模分级，唔是逐间拢补助10万。另外嘛认为要引进职代津贴，互代替上班的同事嘛有奖金通好领，互制度如公平。蒋万市长，我们希望你拿出魄力，改革你的政策，让你期待的职场育儿友善环境真正可以得到落实，以及其他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都可以有效跟进。另外，民团嘛呼吁去做友善育囝市场是未来的趋势，中央政府拢爱想对策，嘛希望台北市就甲育囝兼办公室的政策做好，那6都甲中央政府嘛会跟对政策，才会当完整落实。记者郭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未成年的囡仔若有长辈需要照顾，实在是真辛苦。行政院伫3月初公布25岁以下照顾者支持措施，也毋过有民间团体是表示讲，18岁以下未成年照顾者更愈需要社会支持。长照不心慌，我陪你长大。民间团体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爱关注未成年照顾者的需求。虽然行政院3月初公布强化青少年照顾者支持措施，予25岁以下少年的照顾者给因支持，稳定读册甲就业。不过18岁以下的未成年照顾者，对因的心理支持、行园便设能力等等的配套，要是不够。未成年的小孩，他家人失功能的时候，家里的大人失功能的时候，唯一可以求助的是师长哈。所以学校的师长如果并没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辨识能力，或是亲近孩子的能力，是非常困难。根据民团的估算，台湾差不多有7万个未成年照顾者，原底应该是互照顾的年岁，煞先学安怎照顾别人。调查发现讲，这群人的烦恼，包括分数比无通好斗3工的大人，唔知安怎照顾厝内的人甲安排，心内压力嘛无得消透，对未来失去希望等等。所以民团会推动专业人员有判志工的培训，嘛会做线顶的群组，或者未成年的照顾者会当互相扶持。把同样有需要、同样这种背景相似的未成年照顾者，可以把他们扣在一起，彼此倾诉、理解、扶持。民团强调讲，儿童甲青少年的时期是人格发展的关键。未成年照顾者较会有压制情绪、过度成熟、社交困难，甲对未来无期待等等的情形。希望透过关怀陪伴、探索世界甲同才支持等等的计划，守护每一个未成年照顾者。另外嘛，呼吁取消好行长的表扬，莫互照顾的行为过度美化甲鼓吹，这颠倒会压制囡仔心内真正的情感。记者综合报道。儿童节要到咯，台湾的囡仔敢有感觉幸福咧？国科会补助台师大用10天的时间哦，登记追踪台湾2500个囡仔，幸福指数满分10分的话哦，有一半以上的囡仔是认为因有9分以上。分析嘛发现讲，幸福的囡仔主要拢是因为有快乐的父母。囡仔有人笑，才会乖乖大汉，这是真正有影的道理。台师大公布台湾儿童幸福感调查，予台湾5年的囡仔替家己幸福指数拍分数，满分是10分，平均分数有8分，这么高。这个调查结果80分以上，呈现我们台湾的孩子对他们的这个生活满意度其实是还蛮高的。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感觉这么幸福的。我们也发现呢，大概有1成左右的孩子，他们的分数相较其实是比较低的。学者指出，进一步分析也发现，幸福的囡仔有一个共同点，拢是有快乐的父母，显示家庭生活对囡仔来讲真重要。发现当中有1成的囡仔幸福指数伫6分以下，一寡幸福感较低囡仔主要原因和父母关系，3是使用时间受过长，和同学斗阵无顺利有关系。一个为期10年的一个整个追踪调查哈，我觉得它的成果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赖清德总统他也已经宣布。我们卫生福利部，我们即将要成立一个新的一个署，就是儿童、青少年以及家庭支持署。报告也指出，通常父母的社经地位对囡仔来讲普遍无什么影响，上主要的是陪伴。台师大也建议政府推动家庭卡、亲子同乐券，把政策焦点对原本的经济补贴转做关系经营，对咱台湾囡仔幸福较有正面的帮助。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
中东战争哦，石化原料是起价，佮欠货，即嘛传出讲底米的米袋啊嘛欠货。地方的农会哦，佮收到厂商讲要起价的通知哦，大约要起3成。有农会嘛表示讲，计出来成本因会家己先正落来，也毋过若佮继续起哦，米嘛有可能会起价。一袋白米底好准备要出货，这是中华真有名的地长米，平均一个月会当销出16万包的米。但是中东战争造成石化相关的原物料起价，即阵佮传出米袋啊起价佮叫无会进行。咱这个因为美伊战争引起咱的原物料都在上涨尤其咱这饲料类的部分，造成咱即马咱这成本大幅上涨咱即马所有的厂商来通知它的涨幅大约是在25%到30%左右。地长农会表示，目前平均起来，大概的米袋啊，一个起2块至3块，细界的起1块至2块，一年成本大约加28万，而且这阵电费爱等2个月才会收到货。目前相关的成本，农会暂时吸收，但战争继续拍落去，未来真有可能会起价。销售部分咱暂时不起这个涨价，是希望讲我也能够帮政府稳定咱国内米市场的价格。都不是只有这个而已，其他的也是也有涨价啊。可是要吃还是会买啊，如果涨价，我们家还是会照买啊，因为还是就是都会吃，因为我们还是支持台湾米啊。中东战争冲击石油供应链，造成国际塑胶原料起关价。虽望目前农会暂时吸收起价成本，但若战争无停，原物料继续起价，未来对民生物资的继续影响恐惊会愈大。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传出高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的便所，因为一大堆社童所以塌掉的。民众听到是真惊吓。文化局是表示讲，因为便所拢是24点钟对外开放，是真恶管理会来拜托警方来加强巡逻。高雄大东文化艺术中心因为便所对今年1月中开始已经烧煞塌3摆，造成所有1楼便所拢未当使用。管理单位找人来清空线，想袂到煞清出一堆用过社童。因为烦恼若阁出现社童，会对民众甲清洁人员造成危害。艺术中心伫2月底打出公告，拜托人莫乌白搭。有民众听到这款状况，也感觉真烦恼。当然嘛会烦恼啥物？对啊。你若不要去拆掉，是那会感染还是什么？还是讲囡仔唔捌去摕来耍啊？是啥？种种很多原因。可能施打毒品，那这种到厕所里面，它不得有监视器啊，所以你根本的嘛，在讲什么人去到内底。当然，我们是希望说，凤山分局的辖内的派出所能够加强巡查。因为大东艺术中心的便所是24点钟对外开放的，那真正有人弄这个空棚起来地主毒品，中心实在恶管理。议员接到通报，也申请附近的派出所加强巡逻。警方强调，因一直有针对附近来加强毒品的巡查勤务，对114年甲当拢总抓到事件。目前要针对大东艺术中心的状况，成立专案小组加强巡逻。警方也与园方及保全建立及时通报机制，提升应变效率。凤山分局呼吁民众切勿任意弃置危险物品。文化局表示，自从2月底打公告，至今已经无阁发现有社童出现，因为假广告会引起民众不安，因此30就先撤掉。议员强调，因为是伫咧便所内底有个人隐私的问题，现阶段上好的方式就是拜托警方加强巡逻，嘛呼吁使用社童的人爱有公德心，因会继续找找更较好的方式，确保民众的安全。记者柯家族、柯超雄、高雄仓报道。来看大东关伫8当前开3000多万起一座喷回收搁再利用的设备，也毋过煞无通过验收。县政府嘛甲厂商拍官司，落尾厂商是爱退回400多万，双方解约。去年搁再订发包，今仔早起动工咯。今年的第4季开始一日地当来处理被动的喷。这礼拜大东关本所焚化炉因为烧喷，内底含水量伤济，所以排放超标的垃圾空气。当地民众甲县议会大声批评县府，已经延前8年的喷回收再利用中心是安怎无赶紧启用？因为8年前大东关喷回收再利用中心起好了后，伫验收的时阵，县府发现甲合约的规格无共款，要求厂商都要赔偿解约，双方进行诉讼，上尾达成协议。厂商机器无早走留伫遐，加加领的400多万行动去，而且解除合约。县府去年阁重新招标，找到一间愿意投资新设备的厂商来接，30日正式移交动工，按照伫今年年底进行启用。
目前第一阶段就会让它做成是堆肥，不会再进焚化厂。我们的技术是碎形发酵技术，然后我们经过搅拌之后，大概在3天以后，我们就可以出料。环保局表示，处理了后，大个喷算管护的，未来会提供有需要的民众来使用。不过，喷处理的过程有可能会产生臭味，民众要求管护都要建立监督的机制。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有相关的机制啊，要求我们县政府要成立一个监督委员会哦，万一有恶臭的时候，也是要比照焚化炉的案例哈，要有立即停工。根据环保局的统计，台东县每一天产生的喷，包括厝内的甲事业用的，差不多有20多吨。不过新的喷回收再利用中心，每一天敢若会当处理8吨厝内产生的喷。要拿事业用的喷要送去倒位处理，目前环保局要当地规划，暂时要是先用烧的。记者综合报道。配合教育部幼儿园大班，就爱有一个老师加一个教保员的政策。宜兰的公立幼儿园去年就申请30来个老师，也毋过却无法度提供老师3个月休寒甲休热，嘛引起真侪争议哦。宜兰的乡镇市长就呼吁讲，甲幼儿园大班来并入国小的附设幼儿园。县政府嘛表示讲，因会向教育部来报告，看敢有法度来做调整。老师当去带囡仔画图，伫个幼儿园教室有正式教师嘛有教保员。教育部即几天推出大班一个老师的政策，引起宜兰乡镇市立幼儿园正式老师规当无法度休困的争议。教育部要求按照教师法办理，让老师会当依法休假。部分的乡镇认为无法度配合，向县府提出大班的教学爱交入去县府的高中小附设幼儿园来管理。李老师来班级经营后，反正我不相信。像几个月的时间，老师可以经营好吗？到底老师是要上9个月，还是11个月？这完全是没有办法来讲的合的。乡镇长伫个31个县务会议，希望乡镇市立幼儿园莫阁开大班，因为因认为乡镇市立幼儿园寒暑假本地就比高中小的附设幼儿园较低，互老师会当依法休假，会出现找无代课老师影响班级经营的问题。而且代理代课的费用，就算中央的补助，对乡镇市公所的财政嘛是一个负担。类似可以参照劳基法的那个精神，由园跟老师是不是能够去就个案去做协商。县府回应大班教学交入去县府管的高中小附设幼儿园部分，内部会搁再讨论，甲乡镇相关的意见报给中央，嘛建议教育部是毋是参考劳基法，和园方甲老师针对个人的劳资纠纷进行协调，透过沟通解决问题。乡镇公所他们可能对于教师或者是相关的权益的法规，他们可能也要了解，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有效的沟通的环境。教师职业工会认为，乡镇市立幼儿园应该先思考要安怎营造较好的劳动环境，才会当减少劳资纠纷的发生。而且各个中小嘛会斗找代课老师，教育处只要把相关的资料库建立得好，而且寒暑假嘛拢是混合班，以托育为主，找代课老师应该袂影响班级经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民间乡有民众最近是翕到3只石虎，因为最近焚化炉的争议，民众是讲民间唔拿产地，又搁有石虎，环境是真珍贵。望讲县政府唔通硬要直接来起焚化炉，破坏环境。这是民间乡新民村的一个农园，点啊机翕到3只石虎，半暝啊经过农园，农园的主人去看监视器，无意中发现有翕到石虎。村民拢真欢喜。原地我唔知阮遮有石虎，翕到的时阵，感想是讲，阮遮遐宝贵的宝地。咱遮呢好山好水有无？石虎伫遮呢，真赞啊！果子园、田，还佫有水底下的所在，因为遮个所在差不多会出现鸟鼠、鸟四脚蛇佫水鸡。遮拢是石虎拢足介意食的物啊！你的田内底也出现石虎，代表讲你的田是友善环境的，嘛是无喷药啊。石虎保护协会表示，台湾的石虎差不多剩500只左右尔，大部分分布伫中部客家站的山地。专家讲，石虎是强要绝种的野生动物，伊拢是暗时啊出来活动，个性较孤僻，大部分拢是孤单一只来行动。为着要保护石虎，政府会伫石虎定定出现的所在，踩着警示的牌仔，提醒来往的车辆佮民众爱注意。即届石虎出现伫民间乡，佮正拄好南投县政府想要起焚化炉的所在，在地人拢真烦恼。
焚化炉卖点咱种的用啊，啊无会影响到动物啦。我人客有足侪讲，听讲你那买焚化炉，啊安尼都别人甲我唔敢来你买也唔敢坐啊，种出来别人就像安尼，吼水搁好食，焚化炉若起落了后，有可能别人变安尼，啊煞来搁唔是歹食尔，是袂食哩。专家表示，石虎会当生团的所在存无偌济，当地人望南投县政府会当看重这个所在的生态价值，唔通起焚化炉，爱保护民间的好山好水种出来茶，嘛应该保护石虎的生活环境。记者安义修南投报道。因为烤花台南的南西梅岭今年唔那会经过变质，也梅啊嘛还细粒。气象署是表示讲，今年因为环境型现象，雨水较少哦，也毋过市民会有两坡的方面，望讲会当有较侪雨水。梅仔树顶面的果粒更加满，毋过梅农摕菱角出来比看卖，1粒梅仔内底大约有7粒比5颗菱角也佫较细。平永年来讲实在差真济，主要因为受到今年欠水影响，今年正月初雨水少，影响到梅仔成长。伊即马持续的干旱了，伊走果率悬，等到梅仔拢偏细了袂大，袂大佫渐严重落果。气象局按算爱等清明连假，看敢有落尽雨。不过这对梅仔成长已经袂符啊，唔闹当作无影响，就连真受欢迎的梅岭火金菇桂嘛牵到。去年4月初地当看到火金菇规定杯内，今年到它也未看到。环路局嘛只好配合气候来调整。今年预计4月中旬萤火虫才会陆续出现，除非期间有在下雨才会提前。为避免游客扫兴，并且提早规划行程，关旅局自去年开始就以荧光花泉季为全新的品牌。事实上，今年春天较热，雨水嘛少，这嘛创下75天来雨水量上少的纪录。这阵毛兵代办说明会，甲侪农民说明，选定南西教行里正做系统性灌溉设施的示范点，总共会建12座的大型蓄水池，目前已经完成3座。如果是我们整个大台南地区原来就有我们的灌溉系统，那在我们跟经济部水利署合作的情况之下。只要有我们灌溉系统呢，我今年上半年灌溉绝对都没有问题。长期的部分呢，希望透过灌溉这个扩大灌区的方式来解决日后水患的问题，然后旱灾现象的产生。气象署推估，刷大概清明连假也有2波方面的经过，对南部的水情应该有帮助。刷大概5月中梅雨季敢会当正常的落雨，这才通真正解决欠水问题，就爱去观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2024年04、03大地震哦，发现有真侪老厝拢互列做危楼，为伫吉安乡的山海关大楼是申请内政补强，也毋过拢无厂商来标这个工程哦，流标几啊届。好消息是最近哦已经标出去了，上紧哦4月底就会当动工咯。04、03大地震大约满2年啊，一直拢还未开始做内政补强工程的山海关大楼，最近是传出好消息，总算是找到愿意来做内政补强的营造商，而且伫3月27已经完成签约。且营造商就是使用执照变更，向县政府申请开工，那后续还有一些路权的申请，这个都是需要时间啦，可能大概预计的话也要1-2个月部分核准完之后。才会接续的搭设鹰架的一些，还有后续的内政补强的一些工程。公府表示，讲伫04、03大地震了后，花莲是总共有17栋建筑红列伫红黄单内面，共这拆除的建筑，亲像是天龙星、含通水这大楼，拢需要办理都市更新，也是围绕建筑来做重建。即马还未拆除的，敢若剩福业金华大楼，其他需要做内政补强的，敢若剩山海关大楼还未开始动工。内政补强包括了我们这个华尔街大楼。还有山海关大楼，张贴红单的。那另外莲花大楼跟和盛江山，他们呢是黄单的部分哦。那他们都在这个相关的落成补强的设计已经经过国政中心审查通过。那华尔街大楼已经发包在施工当中，和盛江山也这个发包出去，正在准备要施工。那另外就是山海关大楼的部分。山海关大楼管委会表示讲，内政补强的工程总经费差不多是7455万，中央补助4500万，剩的是住户来承担。另外，都经计划大楼外观的修建经费嘛需要7000多万，中央补助的上限敢若1000万。两个工程经费加起来，对住户来讲负担嘛是正重，但因拢愿意支付，只希望会当较紧回去厝。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健康署预告讲，新版的逐日食食指南草案，甲年制品建议的量对一天1.5杯还是2杯减到1杯，互农业协会是真反弹哦。也毋过今仔早起，营养界甲民间团体是出面来表态，讲因支持新的草案。农业部是建议讲先卖改。新版的饮食指南草案建议饮品一天啉1杯240cc， 比原本建议的杯半较少。营养师工会表态支持，认为钙质会当透过多元的方式来补充，像当青色的菜色、麻仔等食物拢钙质真丰富。芥蓝，那像这个地瓜叶，那像青江菜，还有像苋菜等等。这个都是蛮好的这个蔬菜的一个来源。新版的指南草案指出，零制品生产的时碳排量比食物较悬，减少建议量是符合环境永续的目标，嘛兼顾个人的健康，素食营养协会嘛支持。现阶段我们也都非常的考虑到说碳排的问题，所以少吃一点也是好的。农业协会进前嘛表达过。烦恼进口零关税的液态令会冲击国内的酪农业，即马政府佫带头减少食零品，因无法度接受。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反弹呐，牛奶是钙质摄取最快的方式。要做新版草案计划主持人的学者指出，官方统计显示，国内零品类一日供应量是70.49万吨，一个人一日零品纯零食供应量是81.67克。代表国内牛奶产量敢若有够提供1/3杯，也无够因建议的1杯的量，应该袂冲击到产业。意思的话，可能2/3是要仰赖进口。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实际上还是可以好好的鼓励国内的这个酪农的生产，然后尽量满足到这个1杯这样。农业主管机关农业部表示，顶礼拜已经发文和卫福部表示，参考世界多数国家的饮食指引，零品类建议摄取量是维持伫一天2杯到3杯，表示零品伫饮食当中真重要，建议爱调整参数。且卫福部参考现况、产业的发展、加国际建议的标准，上好维持原本建议的摄取量。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新增高中的孙一伦摕过2摆总统教育奖，伊对台语是真有热情。今年嘛参加台北扶轮杯台语演讲比赛，讲伊家己细汉到大汉成长的过程，互所有在场的人是拢听甲真感动哦。伊嘛摕到高中组的头名。多谢阿爸甲阿母牺牲因的青春来栽培我，甲我养肥，甲我疼痛。一字一句拢是发自心内对爸母辛苦请养的满满感谢。虽梦一出世，就因为身体故障、知识行动受到限制。不过孙杰伦并无对人生认输，颠倒互伊更加积极认真去追求家己的人生目标，学真台语。目前读高雄市新增国中的孙杰伦，因为爱台语，自细汉就定都去参加各种的台语文比赛，而且嘛家己用台文写文章。亲像一摆摕到台北扶轮杯台语演说第1名，所有内容都拢是伊心内对爸母上深的感谢。当然，我伫内容内底写的是较深一层，就是讲我对爸母的感恩的心，佮有因对我的照顾，我就甲写较有路的安尼。我毋是敢若讲迄个用讲的尔吼，我感觉伊毋是即个学生级的啦。伊会当去做老师啊！连登国在地台语开口，一讲线虽得到现场观众甲评审热烈的呼声，除了是对孙杰伦台语能力的认同，嘛是对伊无受身体故障限制，活出精彩人生的肯定。孙杰伦讲，台语对伊来讲是生命，嘛是伊人生不可欠缺的一部分。伊即阵除了参加台语文的学生团体，嘛正骨力创作写诗，未来嘛按算要读台语文，互更较侪人认捌台语的水。我感觉讲台语有啥物即阵会有？遮尔侪领域拢有咧使用，毋过煞无法度伫咧生活上来真正来使用着。其实这就是因为拢一直伫咧课内底，你要安怎来拖出去课外？其实这是咱即阵爱伫拍拼所在。身躯顶的艰苦白听，伊无法度选择。不过孙杰伦选择用正面乐观的态度，甲人生活了精彩，嘛活出价值。现在有出版社要替伊出版诗集，孙杰伦也希望透过各种的手路，甲台语文找到回来。记者看个做邱超阳、高阳昌报道。
今仔日方面，接近马祖佮金门会落东部仔雨，也是落雷公雨。咱台湾各地佮平湖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哦。今仔下晡北部、东北部嘛有可能会落雷公雨。明仔载方面通过东北季风会变强，北部甲东北部天气哦会变较凉冷。下晡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